台灣建立超高齡社會推算5年後，這失智症人口會超過47萬人。失智症協會指出，講台灣死因統計分類，指數這失智症不排在10大死因內面，袂當反映講這國內失智症有偌尼嚴重。立法院的護生會拜二開專家會議，有學者是講，目前中照評估較重視身體適能，指數有精神行為症狀患者中照資源無夠。那立法院失智症倡議推動委員會召集人林月琴就表示，失智症需要下部會法制化甲風險管理，才能打造有韌性失智的照護社會。台灣進入超高齡社會，經濟估算，5年後國內失智症的人口會超過47萬人。失智症協會指出，台灣死因統計時，把血管性無明氏失智症、甲阿茲海默症分開計算，指數失智症在2025年全國死因，敢若排第11名，甲世界衛生組織公告的第7大死因有差別，顛倒看不出國內失智症有多嚴重。那其實10大死亡原因一直都是我們國家非常重視的，因為它的公布之後就告訴我們說，這個公共衛生的主要議題是什麼哈？拜二立法院舉辦專家會議，討論失智症政策困境甲倡議方向。有學者講，失智症是因為大腦功能退化，目前的長照評估較重視身體適能的狀況，指數精神行為症狀的時，無長照資源通介入。法院給我說，他們那裡面精神障礙的病人裡面，長照等級很低。沒有辦法享受到長照資源照護，所以當然很困擾。另外，有關失智症基本法草案，目前立法院已經在審議，朝野黨團嘛有提出版本。立法院失智症倡議推動委員會召集人，民進黨立委林月琴表示，失智症唔單單是疾病，照顧的議題是國家下部會愛面對的課題，希望透過法制化進行風險管理，打造有韌性的失智照護社會。記者郭正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